后来有关到准总统赖清德的内阁传出讲，准行政院长杜英台的师傅，也就是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，方列入到司法院长的人选。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讲，伊差一点无为椅仔顶摔落来。伊讲谢中廷伊的政治性格伤多，是真无适合的人选。民进党的立委是讲，即摆也未到讨论司法院长的时间。另外，林佳龙可能会来接外交部长，传出讲是总统蔡英文第一章重新甲说服，才互林佳龙淡头愿意来做外交部长。总统蔡英文接见伫国际体奖的发明家，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就伫咧边啊。即马传出蔡总统伫咧最后亲身甲伊说服，总算互林佳龙伫咧昨昏下晡和准总统赖清德见面的时，表示愿意出任外交部长。没有错的，我一直在团队，而且也会持续在团队中。他从政以来的训练是全方位的，过去的经验以及他从政的历练，是让他足以这个胜任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嘛有风声讲，杜英台伫咧政坛的师傅驻日代表谢中廷，正做赖政府司法院长的人选之一。传出谢中廷本人嘛，真有意愿按算将司法改革当作是人生后一阶段的重要目标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退出政坛呢？差一点没有从这个椅子上摔下来。政治性格这么高的人，怎么适合当一个司法院的院长？那也立委是炮声未停，那立立委认为，即马司法院长柯宗力的任期到10月底，应该优先考虑行政部门的人员。依照目前的人事布局的这个 tempo 跟排序来说，很显然还没有到司法院的阶段。谢大使在学经历这方面都够，那担任大法官的资格是绝对是够的。我相信他是一个适格的人选。那立委的看法是天差咧地，不过对国安会咨询委员严德发可能进入退辅会团运动表示支持。看倒落个人事一个公布，这个人选拢有关5日空了后，赖清德政府的施政效果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